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大家平常時好是昂昂嘅麼？好是看到哦，你知道有文化有特色兩種嘅藝術創作品麼？喺今日呢個節目當中哈 ，Rita 邀請到藝術創作家喺節目當中分享佢自家手做嘅每項東西都係世界上只有兩一件，每項東西都係獨一無二啊！謝謝你分享了解藝術創作家李偉翰。大家好，我是偉翰，很高興在這邊介紹大家作品。Hello， 偉翰你好。當朋友有請到節目當中哈，我想今日看到人嘅現場哈，現場這些都是你的作品，對不對？對。不過我第一個，你本來不是一位所謂的創作者、藝術家，現在你是藝術家嘛？不然以前你是比較那種坐在辦公室，對，然後面對着電腦，係嗎？對，就是面對的設備跟電腦，因為以前是工程師，然後是設備工程師，然後後來也是因為一個契機，然後才轉職在創作當中。哇，好，我想既然有帶很多作品來哦，哈，我就懂好奇講這些東西，除了它的物件很美，嗰幾當方嘅圖法，這個一筆一畫全部都是出自你的手嗎？嗯，對，就是。所以以前在打電腦，現在就是都在畫圖。對，現在都拿着筆在畫畫。哇，咁特別呢！你先同大家來介紹一下好嗎？因為我看到這些很多，比如說那個看起來像是以前的窗戶跟玻璃。那邊對，像以前的玻璃毛玻璃的感覺。那主要是想法是說，就是以前舊窗框，以前阿嬤那種舊窗框的玻璃，然後有時候在想說要怎麼跟創作去做繪畫去做結合，然後也認識了一個木工的師傅，就在市集上認識了一些木工師傅，然後請他來去有一些想法，然後跟他說，然後請他幫我創造出這個版本的木框外框，然後就很像在用我的畫去畫在上面，就很像窗外看出去的景色的感覺，所以就把它創作做一個結合，這樣子。顧松，你這個作品有點像是迷你版的老窗戶，按你的感覺？因為大的木框嘛，就是窗框不可能帶出去，在外面市集可能太大，然後用小小的東西讓大家可以細細的品嘗，對。感覺很細緻，公亞嘅這個窗框是特別在為了這個 size 去做設計的。其實每個樣式，我也是尊重木工師傅他的想法，我只是把我大約要什麼樣的感覺，然後跟他說，他們也用他們的對木頭的那種熱情去創作出他們想要的樣子，然後我拿到了這個窗框以後，我再去構想出我今天的心情，可能今天要冬天，今天要夏天，今天要來個秋夜，然後再把它創作出來。哇，聽起來這種動浪漫，你好浪漫哦。有一點小浪漫。所以你對於環境的變化，其實感知是很敏銳的。可以這麼說，就是會比較感性一點。但是你為什麼想要用以前的加工到可能係阿公阿婆時代嘅老重門啊，就是老窗戶啊、窗框啊、老玻璃啊，來做這些創作呢？因為它是給我們一個很大回憶的一個東西，它是我們現在的可能都是鋁門窗了，但是以前舊家就是最常出現就是花海棠玻璃這種東西，對，然後就想帶給大家不一樣的回憶。我知道懂 TP 啊，因為每一個年代那個物件就會有那個符號。就我們看到這種花玻璃，我們大概想說，可能是在我們國小的時候，可能那時候現在的小朋友20年，甚至可以說它可能是30年甚至40年以前，你知道的可能都有這些東西。可是近10年，這些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對，所以大家會慢慢的把舊的東西再把它挖出來，然後再做一個回憶的動作。嘿，那你為什麼想要回憶？因為已經30幾歲，慢慢的會覺得。真的嗎？你是越來越會去思考到以前的事物嗎？對，開始念舊了，開始念舊了。對。
越来越有情感，然后可以希望多一点情感的连接，跟自己的家、自己的文化等等。对，所以这个是窗景的部分。对。那你是不是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系列？有啊，就是有海洋系列啊，然后或者是森林系列的，或者是鲸鱼，然后其实那些的元素主要就是带入我今天我每段时间的故事。可能说我这次去了绿岛，然后我的创作就偏于海系列，然后可能我跟我老婆去了度蜜月，然后我的创作的风格又比较偏向一些房子，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创作，我们说艺术创作，它就是你日常生活的反应，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都得反射出平常时给冲胎啊、心境等等。刚刚我们看到这是玻璃，那另外我看到这些画的，这个都是在木头上。对，是它在木头上创作，因为木头它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一圈一圈连轮，也是每个都不一样的记忆，所以我喜欢用木头去保留住那些不特别的记忆。古色Encanto呀，这些都是原木啊？对，都是原木，都是台湾的樟木。我用台湾的樟木去做创作。但是现在其实木头的取得是不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其实现在台湾其实很容易，因为现在外面现在木头很多，就是为了要怕长太高，几乎都用截枝过的木头。所以我使用的都是一些人家截枝过糖过多的，把它拿来再利用，再给它重新赋予它不一样的生命，用绘画的方式。古时候加工咯，可能係求嘅玻璃啦，也一個本然機體木愛嘅書誒哈，所以這些算是把这些好物再一次的拿来利用。对，就是做一下更多的连接，就是喜欢有温度的东西，有温度出来的东西，人家拿到了，那个感动会特别的深。哇，那这样子在制作的成本上呢？因为你会特别需要透过一些管道去收集引基哈雷给苏位啊，或者这个是老玻璃、老窗花玻璃，应该是越来越难取得了。对，现在老窗花玻璃真的是越来越难取得。那刚好啦，是刚好认识到一个朋友，他也是算是在做铝门窗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会到人家地方啊，可能今天有老窗花，会特别帮我留下来。对，就是刚刚好的契机。对，好幸福哦！古手工加工的有暗斗某空用的，你看这个图画的，我以为远远看这个就是一幅画，要某空会发起来。你是用什么颜料，然后去做创作？我是用亚克力颜料，亚克力颜料是像可以画的跟水彩一样的晕染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些地方是有晕染的感觉，它也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的厚重，所以我喜欢用亚克力颜料来创作。那一开始的话，也不是用亚克力颜料，是玩水彩。然后也是在一段时间中，那时候家里刚好在装修地板，那时候就拿说，那个东西要丢掉，很可惜，就是一片一片的那种地板，我就拿起来用水彩去画。那当中也在想说，要怎么让它去防水，怎么让它碰到水不会去化掉。那我就想说，那我就上网去研究，原来亚克力彩可以这么做，那我才开始创作在木头上面，然后到现在。那懂好奇呢？你原本就会画画吗？不，原本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在课本上作画，就是国父啊那些都被我画的乱七八糟。对，但是其实那就是有兴趣，但是没有真正去学画。没有真的去学画，是有兴趣，但是中间就已经断掉，就没有再画画。我只记得国小我喜欢画画，然后高中到大学都是读工科。工科的话就是一堆比较臭男生的班级，然后也是校队啊，也是田径队，就是都没有接触过画画。可能是就是突然之间脑袋瓜打开，然后刚好上班，然后当了工程师以后有一点时间，然后可以在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可以一直练习在创作，然后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创作，可以画画，然后刚好老婆她本身是华医师，之前她是华医师，然后我以前也不看书，不喜欢读书，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去书局。然后我才开始看到一本书是水彩，然后我才去慢慢的研究，
研究，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在创作。这差不多是几久以前？大概是多久之前？大概是多久？3年、3、4年，3年了。3年，可是我觉得在3年的时间里面来说，你的作品已经是画得非常好，以为你是一直以来就是在画画的人。很多人都，但是可能就是那也是一个不断练习，因为喜欢这件事情嘛。当你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做。做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时候好像不对了，然后再去不断的改进。哇，讲起来有认真，韩国其实没有天赋哦。大家都上来继续来欣赏，为韩剧来分享，其艺术创作这条路上有青岛的故事。大家轉到歡喜來咧 ，Rita 今日喺節目當中啦，大家共下來欣賞藝術片，你係要李偉漢佢所創作佢加快，就有樹畫啦，韓國又到了玻璃，佢哋嘅想法表達出來，變成一步一步，每一步都係當貼片獨一無二嘅作品。再次來分享你嘅藝術創作家李偉漢 ，Hello， 你好。分享來到節目當中吼，我家看你嘅作品時節，我就見你想做嘛嘅本來一個工程師，但是你要讓自己變成一位藝術家。可能有人講做嘛一份都係喺工程師啊藝術家，你也可以同時是2個身份，冇唔錯啦。唔過有人就講，可能有位斯坦人就講，你做這個穩定的工作哈，又是資訊啊工程啊，按你懂後，生活呢是應該。在經濟上是不予匱乏的。唔過你要去文創市集，可能要擺攤，然後你又要靠靈感，你才能夠做一個作品。你還沒懂辛苦，這樣是不是相對來說是很不容易生活的？我會容易讓你按你講嗎？應該是說，一開始也沒有想說，覺得那時候畫畫的時候，我絕對不會走全職所以我怎麼可能會全職呢？因為覺得本身就是在還蠻正常的上下班環境，那也是因為每次去市集上，然後在市集上會認識到很多不一樣的人，每個人的創作跟鼓勵，像我老婆也會鼓勵我一些很多不一樣的，就是每次畫完以後，她都會鼓勵我。那在市集上面的表現呢，也是很多人看到了或喜歡，然後我覺得那我的東西好像真的可以販售，然後一次一次的去做嘗試，然後去做改變，然後才決定說好，那我確定我要離職。那在離職的過程當中，其實一開始剛好是碰到12月，去年12月，12月才離職，11月離職，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剛好才剛創作一半的時候，是剛好疫情開始，然後很多的那個市集都取消，然後也剛好還好是之前還是有存錢啦，就是有一點收入，有存錢，所以還是可以繼續支持這條路。那在我全職的過程中，你會遇到的很多不一樣的人事物，因為畢竟我一開始不是走在這個藝術的或者是科班出身的，我是半路出家嘛，所以在市集上你認識到的很多不一樣的人，然後可以你才知道說原來也有很多很厲害的手作的攤友，然後你的生活圈啊或者是那些都變得不一樣，對。嘿，按你呀，全職在做藝術創作，那個心情怎麼樣？全職心情的話，其實是很開心的啦，因為你每天。其實說我朋友都會說，那偉漢你現在很好啊，每天都休365天，都不用上班。我說對，我休365天，但是我工作也是365天，就是心情的上是真的是很喜歡這件東西，所以你創作出來的時候，有的時候都會覺得說自己拿到我會覺得說好漂亮，好可愛，就很感動這樣子，就覺得說我今天怎麼創作出
这么好看的东西，然后有时候觉得说，我要拿去卖嘛，先不要好了，先把它留住，然后自己舍不得了，会舍不得，但是过没多久又有新的出来，因为我不断的在创作嘛，我可能今天就像我去了绿岛，然后那一系列的创作出来，我就觉得那好，我好喜欢不要卖，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在电视上面或者是粉丝可以分享我一些照片，我觉得这些照片也好美，我想把它做另一种方式去表现。我画出来的时候，我可能绿岛的作品，那我就拿去卖了，然后这个作品我要继续留下来，所以我的创作也算是很神奇的，是源源不绝的，对。哇，源源不绝，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求之不得的词汇哦，因为你要有灵感。你要灵感结合手感，结合时间各方面，结合体力，你这样子得完成一个作品了哈。但每一个作品呢，你刚刚说每一个就像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把它给别人，可是你会不断有新的想法，而你也有一个愿意分享的心，你就按你本出去。对，就是想说，因为创作艺术这种东西，就是很多都会拿在那个展览嘛，或者是一定要灯光打下来。但是我觉得在市集上面的话，可以在外面跟人与人的接触，然后可以直接用我的创作去跟人沟通。我觉得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好的回馈。对。跟每一个作品因为每一个物件、每个作品都是只有一个。刚才头前刚刚它的本身你要作画的木头、玻璃，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框也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每一个东西，你只要画完这个，它就没有第二个了。对，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就是很好玩的是，大家会可能说，我下次市集在哪里啊？他会去来，等于是看一个小展览一样，然后来找我说，那我这次。来看，这次作品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一次来我的市集，然后每次作品都不一样，也就是因为它独特性比较高，因为很多现在都是画完，然后会做周边商品，然后我是想让它保持手作的温度，是只有一个的，对。你刚刚跟我弄，我觉得超棒的，每一次摆摊就是不一样的展览，因为作品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表示大家也是很爱、很支持，因为每一次都会sold out，然后下一批又是新的。也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导致说我可以继续努力的去创作这件事情，对，有支持。如果你说我画了，然后没有人喜欢，那我现在说我还是不适合这样，还是回去上班。但是有太大的鼓励就大家还是很鼓励，还是很谢谢大家可以去支持我这样。亚比要讲到独一无二哈，我们也有准备一些照片，就会有的人家作品啊，还有连接很多的故事。Rita 这个就知道非常的感动哈。在你每一次不同的旅行啊，或者是包括你去教一些就是团体去作画的时候，他们也带给你不同的灵感。对，像其实最近就是这台最近有一个是。我画我侄子的作品，是这个 Q 版的，就是像刚好最近画的，我就把我侄子的脸，然后带入了那个珍珠耳环的少女的部分，好可爱哦！对，好像哦，董兄呢，非常可爱呢，带入进去。对，这也是一个创作点，就每段时间每个生活中。就把我的创作带入我的日常当中，就是我可能今天看到什么嘛，我的侄子好可爱哦，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这个珍珠环的少女，我就把它做一个结合。那时候也是会有那时候也说你说更生人的作品，他更生人的教学，那个教学其实也是一个蛮棒的契机。它就是日光书房，它在杨梅，它里面的人都是更生人，然后那个牧师他都是收留他们，然后也有机会去跟他们去做一个交流，他也找陪伴他们，然后透过艺术创作也让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对，然后他也是目前还没有，但是他有找我说希望我去那边跟他做一个配合，然后去让他们有第一个一技之长。对，按你没亲后呢，然后好像你还跟这个石虎的宝玉。有做一个连结的，好像有很喜欢石虎的，对，就唱了走一个 v a t 那个石虎的，他们也是很棒的一个算是鸡蛋的，它叫做良辰吉时。
他们很棒，他们也是提倡一个环保的概念，然后这个石虎的作品也是请我去帮他做一个刻制，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创作风格就比较偏向童话一点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创作出来的感觉就是比较不一样。你看到我们这边都是小幅跟中幅的，你有做过动态布给吗？有没有做过很大的作品？很大的物件的话，有是那时候在澎湖的定制也是蛮大件，应该有50×40的大小。他是特别跟你定制的？对，他是特别跟我定制的。他想说，他的想法是说，他是澎湖的民宿。他想让人家一进门的时候可以看到海洋，可以看到鲸鱼，所以呢就也是朝我定制，我就帮他创作这样子的作品。古时候也给很多的客制化，对不对？对。所以只要这个喜欢，比如说我喜欢亚种图，就是我的照片好了，我就可以跟你说，伟汉，要客制化。客制化的话，其实我分，就是人脸的话，因为现在画人还是很多。然后会饰演会的也很多，然后我想要我画的东西是你跟我讲说你的想法，然后我用我的画去做我结合，所以我不希望是一个人的图像或者什么，我想用绘画的故事然后带入进去，就像这个人跟狗狗，他是给我这张图，但是我帮他把整个景给像是画进去，然后让他带出一个氛围，一个光的感觉。哇，光的感觉，哪次都有安的感觉呢？韩国亚洲图案，这是东海大学嘛？对，这个地标，这个超可爱。这个左上面那个，他自己先画一个草稿，然后他就画一个草稿，他希望说下面的跟他做结合，跟下面的人物做结合，然后最后我右边就是我把它完成的一个作品。来，董批凤你，我觉得你的领悟力非常高，而且你很会营造那个氛围。你看到一个图胸，你就可以把它有很完整的构图，变成一幅蛮完美的作品哦。因为其实刻制真的是就是想法的碰撞嘛，所以刻制也是蛮辛苦的，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要一直讲，很好玩，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最后客人的反馈，就是他拿到了作品的时候，他的那种喜悦跟他那个喜欢的感觉，然后我才觉得原来刻制可以带来人家那种开心的氛围，也给你很大的满足。对，给我很大的满足，所以我才继续刻制。哇，很赞哦！大家看到有次都冇自己咩再来克制一下哦，要將大家先聊一下，都進來談吼，要都在大埔土地度，剛講到有光呢，到底是什麼光吸引着偉漢一直往前，往他的夢想之路呢？所入朋友真的歡喜來咧 ，Rita 老大家呢，強下來談了會看，來分享佢生命嘅故事了，再次分享。我來提問了，我來問問題哦。比如你做埋講專門安排，但是你剛剛講到靈感源源不絕，不過你做得一直追求你的夢想，一直持續做這件喜歡的事情，應該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動力吧？其實主要的動力是我自己的信仰。對，我的信仰，就我是個基督徒。那我其實每個創作上都會有光的元素，然後也想感染到每個用繪畫的方式，然後用感染到每個喜歡我作品的人。然後可能是在人家可能會傳福音啊，或者是什麼，但是我是用畫的方式，然後帶入到市集當中，讓大家看到我的作品的時候，他說不定他只看到了這個光，但是對他來講，他可能可以溫暖很久，或者是他哪一天可以經歷到了一些不一樣的神蹟，或者是很神奇的東西，他可以想原來當初那個藝術家跟我講的這種光是這樣子的方式，原來這就是我的信仰，他們可以另一種方式的帶領他們。那上帝的帶領的話也是很棒的，他讓我也不知不覺中從一個工程師，然後到轉變成為一個全職的創作家。哇，
哇，感图，因为你刚刚讲到嘟嘟和 Rita 这个妹黑基督徒哦，不是我还了解你讲的哈，那我发觉讲，讲要怎么样可以好像透过一个东西，好像送一个礼物，好送一份祝福，或者是把我很喜欢的东西来老人分享，我觉得你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但像会讲，我做的作品你要买呢，就是把这个温度传递出去。应该讲要有手感的温度，来讲里面要有光，以某许多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光有本你的温暖的感觉，就带给人温暖的感觉。对，所以因为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动，然后所以你才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对，可能就是自己也是喜欢有光的元素或大自然的元素，然后上帝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嘛，然后我也觉得说我把这大自然的东西带给大家看，然后加入一些光跟盼望的感觉。哇，都有希望的感觉。好，压下去看，然后我们来仔细看看每一幅作品先从好这个海水有这应该是日出。对，这是一条出来，太阳出来了。然后这个呢，在很美的溪边，但这个就有亮光。对，然后这个也是，即使它这个是刚刚要日出的时候，还是应该是夕阳的时候，但是它还是光照耀在一片觉得慢慢黑暗的地方，但它光还是在那里。这个社会就是会有光的存在。韩国亚给光，这就是俗称的耶稣光嘛。对，耶稣光，这个也算是耶稣光，海龟的也算。真的有按你讲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内心是蛮温暖、蛮感动的啊。没希望按你给讲，真的是持续可以让你一直不断的创作。因为你自己去拜坛的时间，会不会很多人问你说，请问你创作这个是什么寓意啊？或者是你会不会给这个一个作品一个主题？它有没有命名啊？等等的。其实很多都会问我说，你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就像我那时候说的，每个作品都有每段不一样的故事。那可能我经历了什么，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只是那个光的元素，我都会依然保存着。对，好，鼓手，你买一个作品，还看到一个作品，同时也听了一个故事。对。也没有特别的强调是每个故事，但是我想要把那个氛围带给大家。好，也是你开始创作的第三年了吗？全职创作的话，应该是1年半。1年半，前面还是有上班。对，就是好玩嘛，所以一边上班一边画。那时候画的时候也很特别，是同事会想买我的作品，所以也是蛮妙的。但我想，那也是一个另一种的真的吗？好，可以卖，好，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到现在。不过你算起来，就从你一开始决定做这些事情开始哈，算了有3年嘞。今年是新的1年，对，好，就是第4年的开始喽。哇，希望未来10年、10年，甚至是未来可能80年，然后要倍数成长嘛，哈，继续做的周年的作品非常好，真给弄奖啦！给嘉友 N 个节目，我们节目也会有个单元，就是一起快问快答，噔噔，来唱歌。好，李涵，我们快问快答哦，好，你很自由，就发挥那个艺术创作家的随性的感觉。素贤，你心目中最经典的电影是？对，全部都蛮好，蛮喜欢的。按的呀，好，都对。那请问你是什么控？我是老婆控很甜美的，很爱老婆就对了。对，老婆在我一生中也是影响得很深，她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你刚刚跟我，他是花艺师，他也是一个很有美感人，也是鼓励你很多。对，好，你要更爱他，对不对？没错，没错。我懂啊，呛么？你挖土的时间挖都吃了都不掉，就好厌世，压力好大，好累哦。你会有什么舒压的方法吗？我就是运动，打球。因为我以前也算是田径队或者是校队的，所以还是喜欢运动。所以你能文能武又做运动，又做挖土，做冲走。文的话，头脑比较笨一点，就是比较笨一点而已，其他都喜欢。有工程师说自己很笨嘛？那有哪个？我也帮土人引攻击感就一路读上来就勉强及格啦，都是勉强及格。但是你却可以很自在的做你想做的事情，可能个性上也是比较活泼，比较喜欢跟人家聊天，所以在
任何方式上都做事都比较圆融一点。哦，安尼好，懂赞。好，接下来请用3个词汇，用3个词汇形容自己的个性。就是个性很急躁啊，我跟还有是容易紧张，然后比较笨。黑暗的吗？那刚刚那个聊天也是一个个性啊。对，很喜欢与人相处。对，但我可能记忆比较不好的地方。你看，来六嫂，从你刚刚的谈话，你讲给同爱糖豆好像是2个不一样的版本，对不对？你说急躁，然后容易紧张，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笨一点。又是笨哦。没错，你懂会周几来创作，韩国呢喜欢与人交谈相处，对，然后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哈。好像看到优点的世界，可能会感觉哎呀，懂得某就的地方，不过你亲都会优点哦。好，再来说说自己画画有什么癖好，有没有特殊的喜欢吗？癖好的话，就是每次画完都会把自己手弄很多颜色，然后就把它拍起来，然后分享给大家。哇！就可能今天手都是蓝色，就说我变成什么阿凡达什么的。你跟我轻幸福，我就想到小朋友作画就是这样子。对。好，甚至他们徒手作画就是一个很棒、最自然的，懂词有给好。清明，你对颜色有什么偏好吗？我最爱的就是蓝色。蓝色是海洋的感觉，很自在，很舒服。哦，古色跟哈，你讲都很自在、很舒服。也没喺电影作品当中都得看到，古色大家喺讲上爱喊那都了解你的作品，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到更多你的作品呢？就好像我们去看展览一样。我的作品我叫去哪里都行，然后我的粉专都会公布到我今天在哪个市集，然后在哪里，然后或者什么新作品，我每天都会分享新的作品跟新的贴文，因为喜欢这件事嘛，所以画画每天都会画完以后，然后就会分享上来。对，然后如果真的会想要看我的作品很多的，就可以在市集回来找我们。古说还呢，懂认真的市集底度做一个展览，跟人近距离的接触哈。黑公永远讲，伟汉老师嘎老师用老师，你去讲，我想要跟你学习怎么样画画，怎么样画出心中的感觉，按你做得吗？可以啊，都是客制化的也有教学，团体课的也有教。那客制化的话，就会比较偏向是都是小班制啦，因为我想要大家完成那个作品是自己看了就是要喜欢，然后有一些也会接一些那种特教学生，就是万能啊，或者是龙华科技大学都有请我找我去教一些特教生，因为我毕竟也是不是科班出身嘛，所以会对于创作的东西是比较无拘无束的，所以我想带给那些特教生或者是不一样的东西。哦，也有很哪一个优点咯，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不过呢，可能安尼创作起来，也许更自在，更没有框架。对，或许是这样。今日非常欢喜，唐到伟汉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呀，按精彩的作品，我们感觉到每一个作品底度就亲有故事，亲有温度，希望带给大家有讲嘅感觉。安子生，安子生，今日呢非常感谢大家嘅收看，希望也嘅讲有本日吃到非常嘅小暖感圖，希望大家見本日嘅收看，等下聽你先生嚟做運動哦，等嚟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